就激格羅，激格羅。呢個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嘅常任秘書長梁展文先生，佢退休之後受聘於新世界中國一事所引發嘅退休高官涉嫌與發展商利益輸送嘅風波。日前立法會專責調查呢個委員會已經係發表咗一份長達400幾頁嘅調查報告書裏邊猛力咁樣批評梁先生犯咗5宗罪，指佢接受聘任係不恰當嘅行為，並且喺整件事上邊係有隱瞞事實之嫌，完全都唔符合退休高官應該有嘅操守咁話，所以對梁先生係深表失望。而且委員會仲有理由去懷疑梁先生受聘於新世界中國係因為佢喺在任嘅時候以超低嘅補地價嘅金額批出咗紅灣半島呢個項目俾新世界，成為一項延後利益嘅回報。但係當呢一份咁樣嘅調查報告書日前發表之後梁先生亦都迅速作出呢個反擊嘅回應。佢話其實佢已經按足晒政府規定嘅程序嚟到去申請，並且獲得審批，所以佢並冇犯任何錯誤。佢認為呢個咁樣嘅委員會只係對佢政治迫害咁話。其實呢件事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究竟問題發生喺邊呢？好簡單啫。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瓜田李下，其實成句點講呢？就係瓜田就不立理，李下就不整官。意思即係話，雖然你喺一塊種緊瓜嘅田上邊突然間對鞋甩咗，你又彎低身着翻對鞋啫，但係旁人見到咁梗係以為你彎低身喺度偷瓜啦。或者你一棵嘅李樹下邊，可能突然間風吹一吹，你頭上頂帽吹歪咗，咁你只係伸隻手整翻好頭上嗰頂帽啫。但係喺棵李樹下邊咁嘅行為，咁嘅動作喺旁人收在眼裏梗係覺得你喺度偷李食啦。其實雙方要互送秋波，手法總有1000萬種嘅，何必做啲咁礙眼又毫無創意嘅方法呢？而家惹嚟瓜田李下之嫌，各方皆輸，只有政黨獨贏要知道justice is to be seen。如果我哋唔明白一個公關嘅基本道理，就係 perception is reality。就算你程序啱晒政治智慧等於0，搞到今日聲名狼藉，咁你又怪得邊個